咱今仔日咧第一个分享者是咱足久的朋友啊，叫做明言。伊来分享过足侪物件，我感觉讲足好用的。伊进前捌分享讲安怎用 AI 来出口卷啊，还是讲用迄个 Sperry Pi 互你的生活当中较方便啊。就是伊有足侪无共方面的主题会当来甲大家分享。今仔日咧，伊就是即几年啊有咧算即个翕相，伊有算出一寡心得，所以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分享曝光的三元素是啥物元素咧？你若是你若是会晓食，反正会当互你的相片搁较赞。好，安尼咱就来欢迎明眼。Hello，敢有听到？有有好，安尼我就要来分享，就是曝光三元素。咱即摆的翕相机其实就是拢真方便，就是咱甲迄个试落，伊就会当翕一张相片。其实咱即摆啥物设定拢有免做，像讲咱的手机啊，其实咱要翕相足方便的因为拢会自动甲遮的物件拢设定好势。毋过你若是想要互你的相片变甲较会有一寡家己的想法的时阵其实咱若去调整即三种元素，会当互咱的相片有一寡较无共款的改变。即三个部分分别就是光宽、快门，嘛有人叫做 shutter，搁有 ISO，嘛有人讲是感光度。就是这三个部分光宽、快门甲 ISO。因为平常时其实讲遮个摄影的专有名词拢是用华语来讲。所以今日是要试看卖若是用台语来分享看是要安怎来讲。所以有的事是我有去找台语到底要安怎讲。当然我若是有讲毋对嘛会当会当做伙来参详安尼。好，咱来看，这是我曾明眼30岁，唐人，即马是中教台台语系硕士班的学生，嘛是汤池猫咪国小的代理老师，这就变成我家己翕相，翕家己的相片，就是安尼。咱就进入咱的主题，咱要讲咱的曝光进前，因为迄就是有淡薄抽象。咱就先来想象讲，咱若是要甲一桶水底互满，咱嘛是有三种元素。咱会当想看觅即三种元素是啥物？其实就是咱的水道头的大小。你水道头开较大缸，开较细缸，咱底即个水，咱需要的时间就无共。搁有你灌水的时间，你水灌愈侪，伊就会愈满，这就正常嘛。过来就是水桶的大小，你的水桶若是足大桶，你就爱滴足久；若是足细桶，就是会当足紧就滴互满。这其实是咱滴水对应的，就是咱的一个翕相。咱要甲水滴入去咱的水桶，其实就是若像咱要甲光放入去咱的翕相机内底。早期的翕相机用的就是底片。你若是有经过迄个时代，迄就是实体的底片。即摆的翕相机就是伊内底有一个感光的即个元件，就是即摆讲 CMOS，就是一片电子的物件，就会当取代以前的底片。好，底水的三元素对应咱曝光的三元素。咱水道头的大小，就是咱的光圈的光宽的大小。这个光宽就是咱翕相的时阵，你的镜头会开偌大。你若是开较大，其实就是咱水道头同款，水较济，光较济。你的迄个开较细，你的迄个水就较细共，意思光就较弱安尼较少光入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咱灌水的时间，就是咱快门的时间，其实也是会当讲是曝光的时间。因为
翕相的时阵啊，吼，你若是甲迄个翕相机饲落去，你会听到咔一声嘛，吼，啊，迄个声就是伊甲迄个快门的迄个链仔吼，甲拍开个关起来迄个声，哦，所以这就是光会入去偌济时间，吼，就若像咱水要灌偌济时间。上尾啊，这较歹理解，吼，就是 ISO，吼，ISO 这个物件其实就是这个底片，吼，早期就是底片，底片，若是有一寡光，或者是伊需要足侪光，伊才会当就像讲水嘛，吼，底互满迄个概念。啊，你的 ISO 若是愈悬吼，就是伊愈敏感，吼，你一寡光入去，伊就会当有迄个就是底互甲迄个光底互满的感觉吼。吼，这是三个元素吼。过来就是咱会感觉讲啊，其实咱敢会敢倒位看会到咱即三个元素？其实咱就是甲咱的手机啊开开吼，你若是用 iPhone，我用的是 iPhone，你若是甲开开吼，你凊彩点一张你翕的相片吼，你就会当看到讲伊就有 ISO 加光宽加快门即三个物件吼。啊，这 ISO 就是单独来讲吼，感光度嘛吼，啊光宽伊就用一个 F 来表示，啊快门伊后壁是秒吼，120分之1秒吼，啊这就是咱即三个元素，你会当开一张你以前翕过的相片吼，伊就是会当互你看讲，你即张相片虽然拢是自动的，吼，啊毋过这就是电脑。哦，迄个手机啊，然后甲你决定讲，你即三个物件，吼，到底是安怎去设定的吼？好，过来咱来看分开来讲即三个物件吼。啥物是光圈吼？你若是手头边有镜头，因为我镜头收咧吼，镜头伊内底就是会有迄个就是机械的结构吼，伊会当去调整迄个迄个光宽的大小吼。我来甲我的迄个镜头互恁看者吼，等我者哦。好。啊，伊的数字啊吼，其实是倒数吼，所以你若是会较有咱较接看到的就是即个有黄色的字啦吼 ，F1.4、F2、F2.8，2.8，哦，1.4，歹势吼，1.4、2.8、4啊5.6安尼吼。这是较接看到的吼，啊，伊是倒数吼，所以也就是讲 F1.4、1.4、F1.4的时阵吼，你的迄个数字愈细，啊，毋过你若是倒数来看，其实伊的数字是大的吼，倒数过伊的数字是大的吼，伊的光圈就是愈大，吼，啊，你若是 F5.6的时阵，其实伊是1/5，吼，所以伊的光圈是愈细的吼。啊，我来试看卖我的镜头敢会当开开吼。我即马无法度开吼，歹势啊！等下我试看卖若会使，才互恁看。啊，光圈缩小，这数字啦吼，缩小根号字的时阵是减一个 EV 吼，这 EV 就是，就是一个光偌光的一个概念吼，减一个 EV 就是减一级吼，你的相片若是减一个 EV 就是会变较暗。啊，加一个 EV 就是会变较光，哦，啊，伊数字甲迄个 EV 的关系伫遮吼，啊，顶悬遮有四种 F4嘛吼，啊，伊这就是讲咱伫无共款的所在，可能会看到讲即四种无共款的标识的方式，哦，比如讲咱若是用拄仔看讲 iPhone 嘛吼，伊就是用一个较特殊的 F 后壁加数字。啊，你若是伫翕相机顶悬，伊可能会用大写的 F，
你若是伫一寡讨论区吼，你就会看到讲无共款的表示的方式。过来咱来看卖吼，这是 F3.5翕出来的相片。你会当看到讲，其实伊就是中足清楚的。毋过你会当看到头前甲后壁，头前倒手边是较头前较我翕相机的，这是底片另外的底片。毋过咱看袂清楚伊是啥物，对无？后壁有一只椅仔，椅仔较顶悬的所在，咱嘛看袂清楚。所以这是即个讲光圈光宽较细的时阵啦吼，咱的翕相的清楚的所在会较少。咱若是 F40的时阵，咱会当看到头前甲后壁拢足清楚的。这就是无共款的迄个光宽咱会当有无共款的效果。过来咱来看一个有啥物优点甲缺点啦其实咱就是算缺点的部分光宽若是伤大，咱对焦的范围就会变较细咱若是看这我若是要翕，我这翕中无问题毋过我今仔日若是要翕椅仔，我会对伫中我就翕袂着椅仔。毋过我若是甲光宽变较大的我若是对伫中，其实后壁椅仔嘛也算看会清楚。这是光宽变伤大的时阵就是数字足细的时阵伊就较会失焦咱就对袂着，看袂清楚咱要翕的物件。若是光宽伤细这啦伤细的时阵咱会当看到讲有污点出现比如讲咱伫迄个绿色的底片底片后尾的顶悬，咱就会看到出现一个真大的污点这是因为咱的即摆的数位相机伊是用 CMOS， 就是感光元件你若是顶悬有垃圾物啊伊就会甲迄个翕出来这是其中一个缺点啦过来时间过足紧的快门咱有一个叫做安全快门的物件咱若是要互一张图莫遐尼糊咱就是需要，就是因为咱翕相的时阵手会准啦这是咱人的一个限制嘛咱无法度甲翕相机翕徛足稳的所以咱若是摕到一个光宽歹势50mm 的迄个镜头的时阵伊的安全快门就是1/50就是咱袂当比这搁较慢，若是比这搁较慢迄个翕出来相片就足有可能会是糊做伙的另外一个就是下骹是咱较常看到的一寡数字50分之1秒100分之1秒200分之1秒等等的快门的速度咱加一倍还是一半其实嘛是影响到咱的光迄个相片的较光还是较暗安尼就是足好想象的嘛咱拄仔讲甲水底互满，咱若是水开2倍的时间，迄是毋是水就会较满出来安尼底片嘛共款，咱若是互伊2倍的时间，食2倍的光食2倍时间的光咱的底片咱的相片就会变较光这是物理的现象过来咱会当看卖倒手边是1000分之1秒的一个图正手边是50分之1秒的图这台是迄个回力车咱就是伊是咧振动的毋过咱若是用搁较悬的搁较紧的速度去翕伊咱就会翕到一张足清楚的相片但是用较慢的速度翕伊，你就会当翕出来伊安尼有咧振动的感觉安尼都看你要安怎的感觉这无一个标准答案嘛我若是今仔日想要翕就是要翕糊的这嘛是一个style 就是看你今日想要爱啥物所以咱毋是讲倒一个才是对的咱是要有
互你知影讲，咱的快门会当互你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的感觉安尼吼。过来就是咱来看吼，若是快门伤慢吼，相片就会过去吼。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咱的摄影师手会准，另外一个就是被摄物的震动吼，拄仔看到吼，迄个车的震动啊。另外就是咱的手吼，咱若是要摕1秒钟摕足稳，其实足歹，难度足悬的吼。这就是咱会当去想象吼。好，过来 ISO 啊吼 ，ISO 就是感光度啦吼，就是愈光数字愈大吼，愈敏感吼。啊，拄仔有老画区有讲到即个 ASA 吼，ASA 嘛是感光度吼，啊，毋过伊是用另外一个数字的共款啦吼，共款的数字，啊，毋过就是伫 ISO 吼 ISO 出来进前吼，嘛有人号做 ASA 吼，其实伊就是共款的物件。好，啊，拄仔若是有看到迄个底片的图吼，咱早前的底片就是咱的外口就会写讲，伊的感光度是偌济吼，咱来看觅吼，即张就是ISO 200的迄个底片吼，啊，倒手边吼，是用我即摆用迄个数位相机去翕吼，倒手边是100，正手边是6400，吼，咱会当去看讲，其实有差伫倒位吼，就是数字愈细的，伊的迄个品质看起来效果会更较好。啊，毋过你若正手边就会看到讲一粒一粒吼，咱若是用底片翕，吼，咱会讲伊有一个一粒一粒的感觉。吼，咱即摆若是用迄个数位相机翕吼，咱会讲这叫做测点，吼，测，或者是一个测吼，就是测音的测吼，测点。啊 ，ISO 愈悬吼 ，ISO 伤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底片会较贵，吼，这是底片的时代的一个欠点吼。你若是有经济上的考量吼，就是无就是迄个需要付较济钱安尼啦吼。啊，数位就是测点会较济吼，看起来就会垃圾吼。啊，拄仔有看嘛吼，这是100甲6400。啊，即摆有一个物件叫做 AI 吼。正手边这是经过 AI 去处理过的吼。其实咱会当看到倒手边甲正手边诶，迄个一粒一粒的感觉，吼，其实看起来差不多啊。吼，这是因为即摆有电脑科技的辅助吼，啊，咱甲两张相片摆做伙吼，倒手边是无经过 AI 处理的，正手边是有经过 AI 处理的吼，所以即摆 AI 就进步的吼，所以咱会当算是头一步啦吼，因为早前的翕相机翕出来就是 ISO 6400，就是会当杀垃圾。啊，毋过即摆有 AI 吼，就是会当做一寡处理。过来就是基本上吼，底片就是100、200、400甲800的 ISO。啊，数位即摆足恐怖的，就是你会当搁起哩吼。拄仔我翕的是6400，啊有的翕相机会当到12800，嘛有迄种5万外的，吼，迄足恐怖的吼。啊，就是你就是需要的光会当减少吼。啊，你若数字是加2倍吼，就是会变较光一级吼。啊，数字减一半就是会我无解着吼，变较暗吼，变较暗。后壁是减一个 EV 吼。好，啊，拄仔讲啦吼，就是数位相机吼，有一个叫做原生的 ISO 吼，大部分的相机的原生是100，啊，毋过嘛有64甲200吼，请你去看你的说明书吼。较新较高级的翕相机有双原生的 ISO 吼，咱会当看下骹即张图吼。倒手边甲正手边是 ISO 的数字，下骹到顶悬是愈清气，下骹是清气，顶悬是垃圾啦吼。啊，黑色的是我家己的相机吼，D750，吼，这是一台12年前的相机。咱会当看到讲伊其实为100开始，吼，就是会愈来愈悬，愈来愈济。啊，毋过咱若是看到即个700吼，即个较新的相机吼，伊就有2层的 ISO。
比如讲，咱伫100到560即个所在，其实咱会当看到讲，伊是愈来愈垃圾。毋过，咱若是到800的时阵，煞变较就搁较清气。这是因为伊伫800的时阵，伊有一寡处理过啦，所以你若是用800会搁较清气。所以即个时阵，咱就看即张图，你今日若是要翕一张 ISO 400的图的时阵，其实安怎？你直接切800。会搁较贵气，你迄个相片会搁较清气，好，这是讲即卖的数位相机，过来要讲一个，就是以前无遮尔济科技的时阵，咱要安怎知影讲咱需要偌济光宽啊、快门啊，甲一个ISO 其实就是好天的时阵你开 F16，你的快门就是 ISO 的多数。我跟你讲，即马咱若是伫好天的时阵，咱若是用一块 ISO 100的翕相机，咱需要的就是1/100秒的快门。你若是翕相机无1/100秒，嘛会当选125/1秒，因为有一寡差，毋过其实迄是伫误差的范围内底是偌紧的好天是16，歹天遮手边会当看到你若是有一寡云就是11，云较济8，若是强要落雨的时阵5.6，若是日头要落山是4，上顶悬就是你若是去出世去北海道还是倒位迄个细足细的所在因为伊会反光所以你 F 是爱开到22，这是就叫做Sunny 16 rule 好天的16规则安尼若有兴趣会当去找搁较济资料来看。好即摆就是来算一个数学咱拄有讲啦就是 F16的时阵 ISO 100加1/100秒，或者好天的时阵会当安尼翕。若是即马咱若是要用 ISO 200的迄个底片的时阵，咱就会当用2/100秒翕因为 ISO 200的时阵，你会变较光一级你就会当甲快门变较紧嘛一半的时阵你嘛减一级，所以即两张相片翕起来基本上就是平光看起来。平光，若是我若是 F 开到8的时阵，其实伊是加2级所以ISO 若是共款用100的时阵，咱就会当减减2个迄个伫快门减2倍啦就是变做是4/1秒紧搁较紧2倍咱会当算看卖若是我 F 开8的时阵。我 ISO 用200的底片的时阵，安尼我需要几秒，会当互即张图平光。来甲迄个答案拍伫咱的留言区，数学时间。咱看咱光宽变较光2倍嘛ISO 搁变较光1倍，所以咱会当为原底的100安怎变较就是减3倍的光减3倍的光就是你看1/100秒到2/1秒是减1倍，减1级所以咱减2级到减3级，所以应该是8/1秒。8/1秒你若是有翕相机你会当开迄个 M 模式家己去试看卖讲即三个若是要安怎你安怎去调整你的迄个翕起来感觉是安怎啦这答案是8/1秒8/1秒咱会当思考看卖要到上尾咱若是要翕即张相咱看到讲这是车的迄个车顶即个迄个安怎讲就是安尼车顶
造成的即个光的感觉。所以你感觉大家感觉讲，即张图，咱若是要翕出即张图，咱需要优先去考虑的物件是啥物？因为咱要爱光维持遮尔济秒，就是快门的速度，就曝光的时间。咱若是优先考虑嘛，咱若是要拖遮尔长，咱一定爱至少3秒、5秒，搁较刻意。这个时阵你若是要求咱的快门速度爱放较慢的时阵，咱就爱去调整啥物，就是另外2项，咱的 ISO 甲咱的迄个光宽，去做一个做互即张图袂翕起来伤光，还是伤暗安尼。过来咱若是要翕这。这嘛是我翕，对我迄嘛是我翕的，这嘛是我翕的。即只是迄个长尾山羊。咱若是要翕即张相，咱要注意啥物？伊在飞，所以伊飞足紧的，所以咱要注意，嘛是注意啥物？就是曝光的时间、快门的时间。毋过拄仔是爱较慢，这是爱安怎？爱较紧。因为咱若是无较紧，伊就会第一个是飞走，第二个伊会有迄个影嘛，拄仔看迄个车，嘛是火力车，嘛是会有即个影的问题，所以这是嘛是爱注意咱的快门。过来即张图，咱要翕的是一个风景，咱爱后壁清楚，头前嘛清楚，这就是爱调啥物？咱翕风景就是希望头前清楚，后壁嘛清楚的时阵，咱爱调整的就是上一个开始讲的迄个光宽，咱的光宽爱较迄个数字爱较大的，光宽本身爱较细，因为咱拄仔讲 F40的时阵，F40的时阵，头前甲后壁拢足清楚的，就是安尼，所以咱会当去思考啦，咱若是要制作出一寡咱想要爱的即个感觉，比如讲你若是即张图。你若是用自动去翕，伊可能就无法度头前清楚，后壁嘛清楚。所以咱若是有一寡咱家己人的想法要加入去，就是咱透过调整这3项，来去完成。出来就是咱的 QA 时间，二型是 JustFont 的单样 hit take、O take。好，有个会当问者。感谢民间的分享，专业的分享，甲咱介绍即个相机光的调整的物件好，煞来敢有人想要问问题？来，头第一位，有问题想要问会当举手哦。大家有想要问民间啥物问题？关系即个相机翕相。有人问讲，迄个光宽感觉有足侪款无共的念法。因为我家己就我拄仔讲这是因为我摄影是用华语来学所以到底光宽要安怎讲？到底是光宽还是光酷还是啥物其实我嘛无遐尼有把握当然我有去做一寡功课因为像讲迄个迄个每日一百迄个天文图，伊内底嘛有讲到一寡摄影的物件因为嘛是要翕迄个天星嘛所以我嘛有去看因安怎讲安尼。若是有想法，嘛是会当去参详。大家愈讲，咱就会当统整出一个大家拢感觉好势一个事。好。拄则有看到丁莹举手，你敢有问题？是伊是要记好拍破我的表情符号，认着去。安尼佫有看到迄个 David， 拄则有看到 David 有举手。可能嘛是共款认着，敢是？好，无给先一个金源。大家好吼。我较早捌咧暗房做过迄落洗相片的师傅，所以阮有一寡用词，大部分老师傅拢是使用日语来讲啊。比如讲这光宽这项
即个名词吼，伫阮较早讲的，就直接讲西伯利亚，哦，快门就直接讲厦大，吼搁有一种物件叫做蛇腹啦，蛇腹就是较古早的相机，也是讲放大机，即个物件就会直接讲食巴啦，拢是为日语来讲，但是伊会讲咱较台语的开口，以上甲各位分享。头讲到较台湾开口的日语，安尼其实就是正做变做咱台语的外来语的意思啊，所以我感觉真感谢有即个专业的工课伫咧做的分享所以会当请大家当斗相共，甲读到伊所分享的，甲记伫咱的强便笔内底好，安尼最后一个课答，敢各有人想要问问题，还是想要回归的？好 ，OK，若暂时无想到，无要紧，咱共款嘛是咧努力。最后时间，佮甲民间来问问题，还是来讨论，安尼拢会使吼。好，安尼就先伫遮，感谢民间咱为咱精彩的分享吼。